共一直否认打压东突厥斯坦人，但打压穆斯林的消息不断。英国卫报报道，在有新证据证明中共钦差穆斯林的清真寺。中国各地近期亦陆续传出政府拆除清真寺。卫报与调查岛网媒贝林看合作，透过对比谷歌卫星图像，发现从2016年以来，至少有31家位于东突厥斯坦的清真寺，以及2个大型圣寺遭中国政府大规模毁坏或完全拆除。报道提到，遭到破坏的建筑包括维吾尔人的重要朝圣地点圣寺伊玛目阿西姆之墓。伊玛目阿西姆之墓原有的清真寺及其他建筑都遭拆除，原本会前来朝圣的维吾尔人今年也不再复建。报道指出，从2016年以来，东突厥斯坦91个宗教场所和圣寺遭中国政府大规模毁坏或完全拆除。本周北京城、香港示威抗议运动中已出现恐怖主义迹象，它标志着北京对示威港人舆论攻势正大为强化。同时，美国和德国呼吁中国遵守自己的承诺。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针对香港歧视发言，呼吁有关当局应用尽一切方法避免暴力事件发生，重新开启对话。默克尔表示，双方会谈应将法律基础放在首要位置，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与法治是香港长久以来的传统，必须确保香港人的自由。北约称一架俄军苏27战机14日在博罗的海上空采取不安全机动。北约发言人朗杰斯古向记者表示，北约飞机13日在博罗的海上空试图对俄方飞机进行目视识别时，为俄方图214飞机护航的2架苏27战机中的一架采取了不安全机动。朗杰斯古说，图214飞机有飞行计划，但2架护航的苏27没有飞行计划，他们关闭了应答机，也不与公馆保持联络。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当天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6名警察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费城北部 Nice to Antioga 街区。14日下午4点30分左右，费城警方接到支援信息，有现场警员称遭遇袭击，随后大批警员赶赴现场支援。据 NBC 称，其中1名袭击者已被拘留，第2名袭击者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科学家在格陵兰岛发现514岁的鲨鱼。据英国《太阳报》报道，金帕拉贝勒教授说，这条鲨鱼是年龄最大的脊椎动物。科学家认为该鲨鱼出生于1505年。动物的年龄根据其长度计算，因为格陵兰鲨鱼每年生长约1厘米，这条探测到的鲨鱼长度为5.4米。科学家们目前正在研究这种鲨鱼的 DNA， 以发现能让它们长寿的基因。